荒漠甘泉3月22日，使徒行傳第7章30至到34節。過了40年，在西乃山的曠野，有一位天使從荊棘火中向摩西顯現。主對他說：我下來要救他們，你來，我要差你往埃及去。唔知大家有冇諗過，當一個重大嘅使命嚟臨之前，我哋係需要等幾長嘅日子，同埋要有幾耐嘅預備。當神要延遲嘅時候，其實佢並沒有停止嘅工作，佢喺度預備佢嘅器皿，使到我哋嘅能力成熟嘅時候，到咗神指定嘅時刻，我哋就有足夠嘅裝備，興起我哋嘅工作。拿撒勒人耶穌都需要有30年嘅預備，直等到佢嘅智慧同埋身量，並神同人喜愛嘅心成熟，先至開始佢嘅工作。神從來都唔會心急，佢願意花好長嘅時間去預備佢需要重用嘅器皿。佢從來都唔會以為預備嘅日子太長，或者係太無聊。喺苦難中最常難受嘅係等候，急而短嘅痛苦係容易受嘅，但係長而慢嘅痛苦就極其難當。有時候痛苦要纏綿我哋好幾年，當日子一日一日咁過去，必須面對同樣嘅陰沉無望嘅困境，嗰個時候我哋就會失去咗力量。如果冇神嘅恩典，我哋必定會陷入絕望嘅境界。約瑟嘅試煉係長時間嘅，神常常需要將約瑟嘅功課藉着火燒向我哋心底裏邊最深處。瑪拉基書第3章第3節話：他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。神係最好嘅金匠，佢知道煉金係需要幾耐嘅時間。當佢一見到金子煉得好似鏡咁，反映出佢嘅形象嘅時候，佢就會立即將火停住。而家我哋雖然睇唔到藏喺神手中嗰份美好嘅計劃，亦都睇唔見將來榮耀嘅結果，但係信心話俾我哋知，上帝係坐喺寶座上邊，不慌不亂咁等候嗰一天嘅來臨。嗰個時候喺充滿讚美嘅狂喜中，我哋就會話：他叫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嘅人得益處。讓我哋好似約瑟咁一樣，喺神苦難嘅學校中，用心咁學習一切嘅功課，而唔需要急急嘅盼望立即嘅拯救。我哋唔好衝動咁跑到神面前，要學習等候佢嘅時候嚟到。當鐘錶上面嘅分秒同埋時針都走到正確嘅時分，就係行動嘅時候啦。願神祝福你。